伫咧嘉义中部的和睦国小，伊咧今年有一项青少年的发明展当中，用高效率的卫星夜飞系统，走出一道的灭火的飞弹车，也有自动换水水族箱，计共3项发明摕到金牌。少年选手也要代表台湾去参加世界比赛。这项路飞的设备会当配合作物的关节，控制路飞的情况，而且唔但会当直行转弯，阁会当配合地势行车纸。嘉义县中部乡服务国小的学生，配合家己生活的经验，设计卫星路飞的设备，伫今年世界青少年发明展摕到金牌。假如堆肥它只是丢在那里的话，就会有果蝇，然后就不太卫生，所以我们就会想到这个作品。那我们使用的这个呢，它就是使用固态肥料，这样可以比较不容易造成水库或者是水的有氧化。除了卫星的路飞系统，阁有自动感应火源的灭火车，结合太阳能、风力、海潮发电的渔电共生发明。服务国小的囡仔总共报名7项，摕到3块金牌、4块铜牌，甲1项特别奖。就是学到团队合作，然后我会跟同伴一起做实验，然后一起制造这个作品。它是直接利用红外线感温系统来寻找火源，然后它的四周会装上麦克纳姆，可以在平面上全向移动，并且使用干粉来进行灭火。这3件作品，能够拿到金牌，我们就是成功的把它结合我们现在在推广的一个 AI 和一个人工智慧，跟我们原来就已经有的一个创意，把它做一个结合，然后获得了这3面金牌。学校表示，囡仔透过观察生活来发觉问题，佮利用科学佮创意来解决，对当咧成长的因来讲是一个真好的学习机会。刷来这的金牌选手嘛，准备要开始训练，希望代表台湾伫世界比赛当中摕到好成绩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